電影上頭，咱要來看台灣現代舞的代表性人物蔡瑞月。在1959年創立蔡瑞月舞蹈研究社，1999年立做是市定古蹟了後，無到3天就去互放火，而且到達也唔知兇手是啥物人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今仔日去監察院陳情，除了大聲抗議台北市府27年來對文字創作者的行政迫害，嘛希望重新啟動調查來找出真相。你為了一個舞蹈社被人家燒了，那是我家老師的舞蹈社，是他的一生的生命，他一生什麼都沒有，他只有被政治迫害，被操控。整個舞蹈社裡面就是每天有一個人來監視他，唯一陪伴他的就是這個舞蹈社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表示，蔡瑞月一世人受到白色恐怖的壓迫。這間建築是伊追求理想的歷史分界。此當時台北市府針對錄到放火的人這個影像的證據，因認為這處理的方式太過潦草，到今也唔知兇手是啥物人，而且在後修復竟然把好好的舞蹈地板拆掉，造成文字的迫害，甲歷史記憶的二次傷害。台北市文化局回應講，蔡瑞月舞蹈社是市有的財產，嘛是市定古蹟，會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，照合約來管理，來維護古蹟的價值。也若重新啟動調查這件代誌，希望會當理清事實，嘛表示尊重。